想象这个画面，某一个早上，你一起床的时候，双脚膝头仔硬邦邦，倾向石头咧。你想预计起来，误过膝头仔，痛甲你冷汗直直流。你慢慢仔扶着床边仔，一步一步行，每一步拢倾向踏着刀仔咧。这个感觉你敢有经过？若是你这正拍算无碍里这个感觉，请你赶紧停落来，因为这可能是第一个信号，一种逐年害数百万人逐爱患膝头骨的病症，这勿是咧讲笑的。今载日我欲革嫩，分享一个简单到你妹时相信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勿免开刀，勿免食西药，勿免去大医院。你只需要4项你都照胶内底本底就有的材料，煮一锅汤。勿过，若是你这阵离开，你可能会失去这个机会。这个机会会当于你的膝头仔隔在回春，会当于你隔在轻松行路。膝头仔痛，若是无处理，一勿视，干焦痛而一会愈来愈僵硬，愈来愈肿，到尾仔你连行路拢会拄着困难。医学名词叫做滑膜炎，就是你膝头仔内底的润滑系统坏去矣。有一寡人想讲，才一寡仔痛而忍一下就好矣。勿过这就是上大的错误，因为时间一久，你可能就驻爱用拐仔，甚至驻爱换人工关节。所以今载日，我欲用我40冬的经验，用上简单的话语，教嫩按怎保护家己的膝头仔。请你与我15分钟，我保证这会是你今年看过上有价值的一支影片。插入订阅提示，勿通百计得定越软的频道隔在拍开通之灵仔，才会使收足软上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欲知影，你敢有脸注意看这支影片。若是你感觉这个内容有帮赞，请你注留言区拍数字1，若无，请拍数字0，隔在于我之影。你是对驼位咧看的哦。若是你有任何问题嘛，赶紧留言与我知。好，现此时咱来了解，为啥误咱的膝头仔会与咱失望。膝头仔这个关节，你会时想做是一个门的铰链，铰链若欲顺仔开关，一就需要油。咱的膝头仔内底嘛，有一款油，咱叫做关节液，液是滑液。这个滑液是按怎来的？一是对一层膜生出来的，叫做滑膜。这层滑膜倾向一个细焊的工厂，逐工咧生产润滑油，与你的膝头仔骨头隔骨头，中间勿免相摩擦。勿过，若是这个滑膜与人激发注意，一就会开始乱生产，一会生产足迹的液体，即假膝头仔肿起来，倾向装一个水球咧。这就是医学上所讲的滑膜炎。对中医的观点来看，咱会讲风寒湿三邪侵入身躯，啥物意思？就是风4界走的邪气与你的气昧顺，寒冷天亦是冷气与你的膝头仔受寒，湿身躯内底的湿气昧使代谢肌点关节狭，啥物人上容易出代滞。第一款，做粗重功课的人，扛重的物件，跪住涂胶，撩来撩去，逐弓膝头仔，用伤过头。第二款，做办公桌的人，坐伤久，膝头仔弯曲，一直无声开，气血流昧顺。第三款，查某人开冷气，开伤冷。我住台湾，看过足迹，少年人按时困厥，开18度，开归明，这就是膝头仔的大敌。特别是住高雄、台北遮的都市，足迹人位，住寓舒适，拢开冷，气开甲真强，误过你可能没知，这就是害你膝头子咧哭的主要原因。寒气会对你的膝头仔缝钻入去，与你的血液循环变慢，滑膜就愈发容易发炎，这拢是连泻的反应。好，现此时我欲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与你听。我有一个病人，姓刘，62岁，
点台中霞，阮叫一刘阿姨仔，好矣。刘阿姨仔姨早是一个足活泼的人，一爱逐工行，去市仔买菜，爱和朋友做伙，去爬山，爱逗孙仔耍。误过3年前，一的膝头仔开始出问题，头起先是酸仔耳，刘阿姨仔无欲理一想讲老矣嘛，这是正常的啦。无鸡见仔痛感愈来愈强，早起床的时候，一的膝头仔硬甲妹使弯，行落楼梯，膝头仔会发出咔咔的声，倾向机器咧声落咧。到上尾，刘阿姨仔连行去巷仔口买豆奶，拢爱正拐仔。一去大医院照 X 光，医生讲一的软骨磨损甲足厉害，建议一食止痛药，哥建议一考虑开刀换人工关节。刘阿姨载听注意开刀，煞金甲归明，困妹去。一格我讲，林医师，我才62岁，我若这马就开刀，以后按怎办？我看着一目走红，红心肝头麻针补试。比症我病无开，西药与医食。我问一寡日常生活的习惯，隔仔细看一的膝头仔状况，我发现刘阿姨仔的问题，误是单纯软骨磨损，一是寒湿伤重，隔再加上营养无够平衡，身躯的自愈能力真差。所以我教一个古早方芋头三豆汤，这个汤是我的老师传于我的，材料足简单，芋仔头、红豆、乌豆、葛，有1人。我要求刘阿姨宰竹礼拜煮300，当作点心意式配饭时，我格教一寡保养的观念，包寡膝头仔，勿通与医受寒，逐工行路半点钟，勿通做伤酒，饮食爱清淡，少油少咸。1个月了后，刘阿姨仔格来看我，依行入来的时症，面仔笑微微，我就知饮有效矣。一讲林医师，我这正会当无症，拐仔去买菜矣，膝头仔麻，妹格发出怪声矣。2个月后，一甚至会当去爬山矣。我对一讲刘阿姨，仔治疗膝头仔，勿是靠药仔，是靠你逐日按诊照顾一。这句话嘛，是我今载日想欲与你知的代志。好，此时你可能会问，这锅汤味啥物会有效？感悟是迷信，绝对误事，这是有根据的。咱一项一项来看。第一项，红豆。红豆注中医来讲有利水消肿的效果，啥物意思？就是讲一会使帮在你身躯内底的湿气、水分排出来。膝头仔若是肿，表示内底有足忌水积颠狭，红豆会使提掉这寡多的水，减轻你的肿胀感。现代营养学嘛，发现红豆内底有丰富的钾载，会当促进尿液排出，减少身躯的水肿。第二，像乌豆，乌豆注中医来讲是补肾的圣品。中医有一句话，肾主骨生髓，就是讲肾脏的功能若强，你的骨头和关节就会强壮。乌豆内底有针剂蛋白质和微量元素，尤其是花青素这个成分，会当抗氧化，减少发炎反应。所以乌豆妹淡补身躯，格会使保护你的关节组织。第三，像薏仁、薏仁。薏仁是治疗湿邪的代表药材，医会当健脾胃、利湿气、消肿痛。注古早的中药方内底，薏仁拢是用来治疗关节痛、筋骨酸疼的主要材料。现代研究发现，薏仁内底有一种叫做薏苡仁酯的成分，会当降低发炎指标，保护关节软骨。第四项，芋仔头。芋仔头注这个汤内底是扮演调和的角色，依性质平和，会当补气、养脾胃，格会使与这锅汤的口感变假，较清较顺。
玉载头内底有足迹的膳食纤、维格粘液，智慧当平衡身躯的酸，减脂减少体内发炎的环境。总结，所以嫩慧看着红豆消肿，乌豆补骨，薏仁祛湿，玉载头调和这4项合起来，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。这物是神奇的魔法，这是中医的智慧隔现代科学的结合。咱的祖先知饮按诊，用食物来治病，咱这正有科学来证明医的效果，这就是药食同源的真实展现。好，现此时我欲一步一步教嫩按诊煮这锅汤，这个步骤真重要。若是煮误注，效果就会折一半，所以请你用心听。材料准备：红豆50公克，乌豆50公克，薏仁50公克，玉载头150公克，去皮，切块仔，水1500cc， 冰糖少许，看个人嗜好。第一步，清洗隔浸泡。红豆、乌豆、薏仁、拢艾，先洗清气。洗的时阵，你会看着水变假，有寡仔乌乌，这是正常的。洗2、3摆了后，水就会清矣。洗了后，用清水浸泡3点钟。为啥勿爱浸？因为豆仔隔薏仁拢是硬邦邦的，若无先浸过，煮的时正就爱蒸久，隔昧烂。玉载头的部分，你爱捡表皮清气无烂的，削皮了后切作大块仔就好，勿通切伤细块，煮了会糊糊去。第二步，煮豆仔。浸好了后，先供红豆、乌豆、薏仁滤起来，倒入鼎仔内底，加1500cc 的水，用大火煮到滚了后，就转细火，慢慢仔煮50分钟。这段时间，你会听煮水咧滚的声，豆仔咧跳的声，未会见仔出来，香香的。记得这个阶段，勿通先供玉载头落去，为啥物？因为玉载头伤软，若伤早落，亦会煮假糊糊去。第三步，加玉载头，煮50分钟了后，豆仔差不多半烂矣。这阵你就会使供玉载头块仔落去，隔再煮20分钟，与玉载头软去，勿过勿通，煮假散去。第四步，调味。若是你想玉食较甜，会使加少许载冰糖。勿过我个人的建议是，勿免加上忌糖，因味食伤甜，对身躯勿好，隔会影响消炎的效果。第五步，起鼎。等玉载头软矣，豆仔烂矣，你会闻着一阵真好闻的玉仔隔豆仔混合的香味，这就是与你溪头仔复活的香味。特别交代的错误，足迹人拢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共4项材料归个拢，同时落去煮，这是误注的。按呢，煮的话，豆仔犹未烂，玉载头就已经煮假全糊矣，煮出来的汤口感味好，成分的释放味均匀。小撇步，若是有土鼎仔的话，我建议你用土鼎仔来煮，土鼎仔保温较好，汤格较方。若无，用一般的汤锅会使干焦，是爱用细火慢慢宰煮，勿通付时间。好，这就是完整的煮汤步骤，昧伤难，感悟事，煮好矣，按诊时。饮用方法，这锅汤你1礼拜会使食2到3拜。上好的时间是下煲炖了后，亦是按炖了后。为啥物？因为这锅汤有利尿的效果。若是你按时困进前时，你可能半暝就爱起来放尿，影响困眠品质。煮100食的量，大约是1碗公到1碗半，勿通食伤剂。食伤剂，身躯无法度吸收，隔会增加肠胃的负担。重要提醒，这锅汤是食疗，勿是药物。
意思就是医妹使替代医生的治疗，勿过医会，当作你的辅助保养。若是你的膝头仔已经伤严重，尤是做爱，去看医生，做正式的诊断，隔治疗。啥误人无事何时？肾功能妹好的人，一人隔豆仔，拢是利尿的。若是你的肾功能妹好，就注爱叫注意。孕妇、艺人有寡仔滑溜的性质，传统上建议孕妇少食。若是你主着怀孕，食进前尚好问过医生。糖尿病的朋友，若是你有糖尿病，勿通加冰糖，保持原味就好。生活配合，单纯食汤是没够的，你嘛爱配合一寡生活习惯的调整。逐宫行路，半点钟到1点钟，勿通行伤颈，慢慢子行。练太极拳，骑脚踏车，慢慢载骑，注意保温，莫与膝头仔受寒，控制体重，减少膝头仔的负担。记得，你勿免全改变你的生活。你干焦需要改一寡吸汗的习惯，效果就会加起来。这就是我足想欲与你知的。待治保养膝头仔，勿是一蕊药就会使解决，是你逐日的生活习惯决定的。好，现此时软来讲上重要的一部分。中医有一句老话，治3分，养7分。啥物意思？就是讲治疗只占3分，保养才是7分。我做医生做40冬矣，我看过足迹人，妹是靠药仔好起来的，是靠活甲柱好起来的。啥物叫活甲柱？就是你的生活方式爱顺你的身躯，顺天地的规律。膝头仔嘛是按呢，你若是只有食补品，勿过生活习惯拢无改，膝头仔尤是会继续坏去。所以软来看顾膝头仔的4大支柱。第一支柱，食甲清淡。膝头仔的发炎，隔你食的物件有关系。若是你足弓拢食伤油、伤咸、伤重口味，你的身躯就会变做一个发炎的环境，膝头仔的发炎就会加重。我建议少食油炸的物件，咸酥鸡、炸排骨、炸臭豆腐，这拢是膝头仔的敌人。少食加工食品，火腿、香肠、罐头，这内底的防腐剂、隔添加物，拢对身驱无好。少食甜的物件，饼仔、含糖饮料，这会增加身躯的发炎反应。你应该食啥物？新鲜的青菜、水果、鱼仔、清蒸、炖汤、豆类、全谷杂粮。这的食物清清淡淡，勿过营养足够，会使于你的身驱住无负担的情形下修复加急。第二支柱，保温膝头仔。寒气是膝头仔的头号敌人。我住台湾，看足迹人按时困厥，拢开冷气开伤。强高雄、台北的朋友，因为天气热，拢爱开到18度、20度，隔开归明。这就是上勿好的习惯。冷气的寒气会对膝头仔的缝钻入去，与血液循环变差，发炎就愈来愈严重。我建议冷气温度设定住26到28度就好，勿通开伤冷。困厥的实证，穿长裤仔，亦是用一条薄被仔盖膝头仔。若是你咧骑机车，记得穿护膝，莫与风吹逐。冬天的实证，就算无感觉足冷嘛，爱供膝头仔包寡，因为寒气是无声无说就入来的。第三支柱，运动爱适量。运动对膝头仔好，勿过运动，做爱注方法。运动伤过头，膝头仔就会磨损；运动无够，关节就会僵硬。我建议行路逐弓行半点钟到1点钟，穿软软的鞋仔，慢慢载行。太极拳柔和的动作，会当练气、练平衡，对膝头仔真温柔。游泳、脚踏车、遮拢是对膝头仔负担较细的运动，
5. 好做的运动，跑马拉松、爬楼梯、爬商际、撩山撩商，陡的路线遮拢，会对膝头仔造成大的冲击。运动的原则就是有动就好，勿通过度。第4支柱，控制体重，这个足重要。你的体重若是超过标准，你的膝头仔就爱承受较大的压力。医学研究发现，你的体重若是超过1公斤，你的膝头仔就会承受4公斤的压力。意思就是，若是你超重10公斤，你的膝头仔逐日就爱额外承担40公斤的负担，这哪会受得了？所以，若是你主着超重、减重，就是保护膝头仔上好的方法之一。小结，阮会使用一个譬喻来讲，你的膝头仔是你一世人的坐车，你若是无爱惜一，无好仔保养一就会提早报销。误过好消息是，你正开始嘛，犹来得及。你哥会使哥孙仔坐火行路，会使爬楼梯，会使笑假麻叫干焦，需要你对今仔日开始行动。好，咱的影片遇到为矣。我想玉格嫩讲一个真心话，逐一个膝头仔的痛，勿视干焦，一个关节裂肿而一是你的岁数，是你的计持，是你自己10年来判性命做人的痕迹。你的膝头仔在你行过几若万公里的路，扛过几若万公的重担，陪你笑，陪你哭，陪你动这个世界。所以我想欲拜托你，勿通只是供膏药，仔贴起来就算矣。你着爱用心疼惜一，好好仔照顾一，与一格再有力气陪你行后半段的人生路。今仔日我教嫩的芋头3豆汤是一个足简单的方法，材料足好揣煮法嘛，没困难。悟过一背后的道理，是几千年来中一智慧的累积，马是我几十冬来照顾病人的经验。我真心希望这个方法会使帮赞助你。若是你感觉这支影片有意义，请你分享与你的爸母、你的朋友、你身躯边仔可能咧膝头仔痛的人。可能你一个细汉的分享，就会使予一个人免去开刀的痛苦，就会使予一个人隔在轻松行路。嫩的膝头仔就是嫩的幸福。愿逐家双膝健康，心马轻松。咱下百格见，多谢。